bowling bowling bowling。对 OK 吗？还是另一个这种，现在重新启动这个申请。OK。因为他这个我没办法放，就只能这样。我到时候再看。他没想到的那种，他会重新更新回去，那样进行改变。再听秀狗那里，快点跳跃，第二point给你可以给那个上跳下太香了。哦，我买礼物给你们家猫，怎么这么好啊？老师平安。杨立功，对。哎，对。各位，欢迎参加来做。哦。安尼。伊有甲你讲过就对啦，安尼甲牧师讲过安尼，哎。
了了，对啊，啊，春秋，对，这公司也，对，哦，我说的些，对，我在洗手间。问题，我是家鸡的时就是，就是那个个人的时，那个家鸡比较多，家鸡的会怎么吃？也高的，对，不得了。另外一个是你们知道的，好够。你老师在写吧？哎，你看，你来讲下迄，公务，咱就会讲下课程。嘿，你看啊，相亲相给，对，嘿，我只能玩。哦，嘿，你进的进的在那个，我唔知，你人咋说？太老早讲。安尼，太老早。主要是除了一些啦，我哋这边，有啲管理咱的职位来，哦，啊，这是咱贵的做。啊对，主要是讲，好像说讲咱对管理都看咱这经营的，主要是经营。你这干嘛做？这个唔免就听这家己看吼，然后会通预告咱明年度一个时间，大概咱相信上其实无相关，就是大概拢是3月是健康讲座，啊2月就是我安排。啊，旧年较特别顺利，疫情前半年疫情，所以嘿，大概是。太老早讲，我哋是在靠。我知啊，对对。没有。我是咧，我来，我一天什么？但是有一部它会自己控制。对。你稍微这么一点。那这个直播没？哪里啊？哦，是那个 YouTube 还是？这个YouTube。哦，那也是，我那也。那边吧。哦。你进前都无稳定，都无稳定，有这些人欢迎。对。你看，现在是没有挺欢喜哦。我这里我这个跟家长老人，现在到店了，是当我这里的，老人们这里走，这里塞回他妈是，亲哪里啊？我是来，我到新高，我一直到那么等呀。阿妹啊，我咧见到有一头了，哦，叫我家己，阿妹，来，各位小姐平安哦。我们因为还没谢过，讲也注意提多位。想要永久居留。对啊对啊。现在用这首进入我心，来开始咱讲伊的提多位。自己跳。还是自己跳。自动跳。然后还有开始自动跳。
没关系。咱大家做伙来祈祷。首先，为咱的心会当伫万变来敬拜上主来祈祷。你满满一个上帝，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一日来每一个人无论伫家庭、工作，还是顶面，都因为你讲道在有使我们感谢你，我念着每一个名字，用感恩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你信心来降临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有每一个人会当放落心中所挂的事，全心做，敬拜你，来得到新的归来。后来，为咱会当用清气的心来调见上主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因为你的独生命耶稣基督，是地顶所有的宝贵，洗清阮一切罪。我们当搁再一摆来甲你来拥抱，领受对你带来满满福。虽然有时信心不足，心境很准，求主你来下面，洗清阮的罪。求主你来时时来提醒阮。尊叹你的教示甲旨意，我会当时时用清气的心来调意上主，煞才为咱的嘴唇会当欢喜学到上主来祈祷。专业的主，你是阮一切喜乐的源头，你是小数平安的主，因为阮知，拢向你祈祷，我靠你的时，阮心内所有一切不明的情绪。
安、行命、艰苦，拢会当因为你所享受的平安而得到靠靠。我要开嘴大声来鼓励你，有正人听去，你是听人祈祷，充满自爱，享受平安人生。为咱的健康会当清楚听去上主的声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求主你的信心来永远来到阮面前，帮助阮用阮的心，用阮的健康来领受对你遐来享受我命的唯一甲真理。愿你的唯一是诚侪信心的真理，心中伫阮的生活中。也愿你的唯一，我们的内心因为你的唯一得到满足。我们的性命因为你唯一而得到改变。过来为咱的目睭会当自然地向主的恩光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赏赐阮一对健康的目睭，我会当看去这世间一切美好。但是阮人常常用心中的骄傲，随意来分断来批评你的作为，所无看起你伫每一项代志顶面所显现的大力甲属天的福分。求主你来小使阮一甘谦卑的心，我会当自发地你的恩光顶面，愿你的恩光来时时来让阮知。正侪阮脚前的灯，光照阮头前的道路，来引带阮行伫你所应平安的道路顶面。后来为咱会当完全来领受上主的教示来祈祷。阮妈妈即个上帝，求主你着感谢，互所有来参加聚会的姐有一个感恩、欢喜、较靠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服务你，用心诚甲信心来敬拜，来荣耀主你的名。求主你的信心来讲你的，我会当来领受你透过牧师所要透露我们唯一的心意，通过你的唯一，我们会当知影你的心意，也盼望你的唯一，会当帮助我
阮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，当得到使用。阮来祈祷，感谢恳求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最后，请咱大家用这首《我的心真寂寞》来迎接信心的感。音乐会写信，下半年才有，上半年都是些乐团的，陌生女生的因为他们老师要是地分老师，是其他人听很久，像那场。他前年在东那场学习的时候，连续都没有第四，然后所以现在是7张5分。4月19那场，哦，你们也有对，他也是厉害的乐团，有一段那个要学报说中国当国三主任，对。对我音乐这一方面很影响。哦，对，有延续才会有好的决策。对。他那个，对。他今天下午也是要练习，晚上他在纪念参加那个名扬开办的那个艺术馆，哦。对，他也是提倡的。可是有时候如果有从户外的话，还有教出来的。好。还有看你像去好玩的地方。对。有新名字。都没有，其实是还小，所以他还在那个要咬东西。
长照的，然后就是有的那个力道，就是防御还小的很多，就是但是家具就不能用太多。还有要对它还是很少做，对。会从我们的部分的文化上看，它之前是那个要因为他爬上来，他就抓嘛。直接说不吐，不会破那层痛，放来去。我在呀，但是要询问没关系，说是到了家，没有都一样，交是还是他在这要的，这个思维，多少地方？可能是也自己工作的，这几天的是天气不错的，礼拜天还有礼拜天。有啊，这个学期，因为他主要是在学习，在生态会。刚好是跟哥啊，还有10点开始，连同步啊，同步就还要。我还以为要学，他的预审是很多，然后有高呢，还有点过重，然后飞机嘛，所以说1年3000多，就是那距离那。哦，对，很少妇女到现在才看到。321的喜事啊321的喜事，321喜事，我有请后礼拜，我现在嘛刚问啦，嘿，我就讲下个礼拜，这个礼拜再请伊好。我唔知。哇，在有时候看到打电话讲伊，我在叫当一份，下颌真的是3000，他说1000。这合会本身企业方面，看看你可以几岁？你们情况？我要管。
没有啊。哦，你说个这个。这几天，明天啊，那到星期天。不想台湾跟谁哩？我们也在地台湾当今年因为的热门也吧，大家的我当通过键盘来研修数学，通过键盘研修吧，做这种技，特别是方面种生活比较辅助的分数在零，因为是为主啊。所以平时我会当听这阮当时会听这很多键盘，要定就是娱乐，将因到底阮所谓非常的所锻炼，阮通过当更较清楚，台湾到过去一年。暑假一定的成立的平台，就是阮家里头的应该中学才算，是助力特别的印刷和所设出来的成绩，像台湾教会课的参加，将其他毕业的办，以及阮来个会引起成立来创造数目，一个供给各自的水平的生产。
个路途，小我伫你的经历里做甲是我，因为你是救我，从你困苦里，那件事用是信息提高手，万有三角的欢喜，来做到咱的信息提高手，万有三角的欢喜，万有三角的欢喜，我乐意相信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上帝今天用无限创造的来到，我乐意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我当地当下上主，这个梦是上主的梦。就今日啊，当地，上帝啊，你有记到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予我有爱你，去除在去杀的招，一定将这上重要的救助，这是上主的作为，让我来参加医疗，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咱的欢喜有天照。上主啊，阮求你好救我，上主啊，我求你，互我平安。奉上主的名来的。